亲爱的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到5分钟耳公台语，5分钟学台语呀。杨老师您好，大家好。老师，我们上星期我们学过，就是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，爱去看医生，我要去看医生，安尼敢对老师？对，我要去看医生。我要去看医生哈。我要去看医生，表示你人有艰苦白疼。对吼，艰苦就是不舒服。对，不舒服了。痛就是痛。对，去看中医。看中医怎么说？老师，我们先学中医好了。中医师嘛，或者是中医生，我们先学中医。中医。中医。看中医。看中医，我要去看中医。就是我要去看中医嘛。中医就是中医，我要去看中医。要去看中医。看中医的爱吃中药啊，老师。爱吃中药。有的人讲汉药啦，吃中药吃汉药都会使。汉的是汉药是吗？对，汉药。所以有人讲中药房还是汉药店都同款。去买药材，去拆药仔。较早的人有一寡会去中药房。中药房还是汉药店、汉药店。汉药店。哪有人嘛讲汉药房都会使，汉药房，房的就是房啦，老师。汉药房，咱有讲西药房嘛，有中药房，有伫咧汉药店，但不拢因为汉药店较古早的一寡名词，房子的房，西药房，在卖西药的房子，西药房。中药就是中药，西药，西药。好，老师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中医、西医、中医、西医中医、西医。一般咱讲大生迄个较健好的，会看西医；那看中医就是咧调养家己身体，食调养的啦。老师说这个调养身体的啦，要去看就要看比较久一点，要时间花比较慢。看不好就看中医啦。就如果是像我们一般感冒啊、生病什么，赶快去看西医，就很快就好了。但是就是如果是中医的，就是调养身体，所以它是慢慢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刚讲的是西医的，就西医，那西药叫做西药。西药。老师，但是像那个我们的药啊，里面有好多种哦，比如说药粉、药丸、药水、药膏啊，好多啊。好，那老师药粉按怎讲呢？药粉。药粉啊，就是粉，就是药粉。那规粒的叫药丸。药丸。药丸一粒一粒的，安尼的药水呢，老师？药水，所以一般咱拢有讲感冒药水。老师，你打讲的是感冒叫感冒。感冒药水。药水就是药水，所以感冒药水叫做感冒药水。去买感冒药水，所以你也去西药房讲头壳要甲买感冒药水，伊就看你买什么牌子的，都是因为是水的啦。老师，那请问你一下，像比如说那个我们刚刚讲是药粉、药丸、药水，各有药膏呢？药膏、目药膏，台湾叫目啦，目药水。目睭就是眼睛啦。对啦，目睭的药水叫目药水。目药水。好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关台语，这周我们台语到这，感谢大家，谢谢老师。